拍到点点啊！啊！你就唔知嘛个系庙方的么？该是伫庙路当国通风该最有名的风音啊，谁爱啦哦！哦，当到该吼，爱粉丝啊，是满分的么？嘿啦，当好看爱让片呐，是根本爱吼，阿婆，你乃是要翕让片哦？哦，阿婆该实在当笑呢，唔知就嘛该好翕呢。哎呀，不过阿婆安想的么？无论翕嘛个让片，大家都好看啊，爱知啦吼，你好好夹夹要吃饱的啦吼。大家好，我是阿妈妹阿婆呐，今晡日如何来吃饱了？大家通过呢，阿婆今晡日要进来咯吼。啊，嘛个小明唔系啦，阿婆今晡日唔系要去食酒啦，吼，今晡日老大家分享个系仪式感呐，嘿呐，好等下哦，看一下，好，真漂亮好嘞，好。你有看得到啊，大家？到底吼小明看得到吗？嘿，好，等下哦，老大家分享的你吼，到啦，差不多时间吼，要做在当 fashion 呢吼，看你啊，到底啦吼，你也看唔到大家飞马界啦吼，唔烦。警察你好，怎么开呢？这从马街啊？那你那天我看过你身份证。我阿妈妹阿婆，你唔是看过我哦？身份证，我比马个那身份证不你啊？是，我在那边看过你。再来，你这家弄，看起来很奇怪。身份证。哪有？你根本明明做动这样的个吃饱，我妹啦，哪嘛个身份证啊？要黑自然热点，鼓手，你没身份证，你就要拿去派出所。哦，你做糖果吼，个新闻当就讲，就算係警察，咪總得按用前仔眼嘅新聞證，一摸下糖一夾上面，一轉呢，機關。俺唔過皮合，來去派出所。來機關用面啊！哦，又簡單啊！係啊，阿媽阿婆冇那身份證，除了是做在大專去警察局，哎呀，你實在當奇怪的呀是。咱个新闻有问题。哦。你冲来安尼好诶，哦，安尼人哦，上轮斯文。哪一篇？哦，做对衬衫哦，衫裤做好。不过还问你，你去安尼乖乖的，那你吃这种熬饼盘查？很俏皮啦，不过咪系当奇怪，假使讲我系警察，我切对个差异。那你那边就有些乖乖啊，做吗？哪会不你盘查？阿婆唔是不你盘查？冇啊，是因为你挑战个行为当奇怪，韩国阿婆其实作品创始会做个事情听听，韩国你会说来哦，咱问伊应该要下讲。那你做唔对哦，那你就有性别差别待遇。做嘛西来的我主要不你盘查，西莫的其实唔是不你盘查。好啦，咪唔系按用英讲啦，解是因为我本身咪正经唔系警察，所以咪唔啲警察按用办判断你一种嘅事情啊。其实啊，警察来做安尼事情呢，真的阴难啊。系啊。因为做坏事的人，见面唔会下讲来坏人，坏人动这样。故说啊，其实法律有规定哦，你有做在专业看《警察职权行使法》，也做喺警察的几多咨询勤务的时候，就会遵循的法律规定。其实啊，地都就有规定讲啊，警察的几多公共场所、莫都可得进入的地方，具有一些情状底下，其做在以盘查或者调查。简单来讲，做喺冲来他看乖乖的，其实都一阵你可能会做坏事。某处已经发生了，有一张已经帮到给骗的，有诉讼的、流血的，有事情发生的，故作一定要去调查。按你的情形，他记住做在以盘查讲，身份证拿出来看一下，你满意。不过你挑战讲个事件，像因伫那片动因群聚，某事真紧用因协从爱地啊，不过提起点合理的怀疑，真紧冇办法判断，因为我知道阿妈阿婆其实伫6岁某是家附近是倒垃圾，捉到就日滴个恰巴停啦。该是本警察做专戏呢，所以真紧唔伫
应用版盘团，所以我是准备咧新闻嘅事情，为老大家讲分享一下应用版去盘团，准备一下。专业，我係記者啲警方調查盤查有爭議嘅事件，就19日擺咧，特別是民眾線上啲玩法嘅公然地背都到警察嘅盤查，幾時起到警察咁奇怪啊，總得冇事冇事冇乜嘅理由是差機，抗議新聞將做得很幾厲害，幾時起到按用因咁奇怪，幾時冇滿意，是個警察封害自由，嘅警方才表示講，你通情係法律有規定嘅冇犯法都是以你用辦公。换回来，因为大家都讲到呀，警察职权行使法制度含有规定哦。條線還冇講會不會含有一條其實較符合以下的狀況啊？所以行經指定的公共場所啊，某種路段和管制地方啊，警察裡面做的一盤查。那一片老太太講，乜家很多指定的公共場所，因為吃到懂奇怪，指定乜冇通過啊。其實啊，一片講嘅做，你就睇這個動作談到的治安熱點，我都加強巡邏地點。治安熱點。一般來講，可能就會講哦，人潮較眾多。某主講哦，可能附近那些小學啊、幼稚園這種可能會發生問題的地方，佢也就會加強巡邏。講用會，你平常時一般民眾啲哪一片係治安熱點，你是唔會衝下去改片啊？一片啊，就是有一個問題，我老講。今年你喺地道，你係要做壞事的人，假設講你係要做壞事的人，你喺地道結片，警察嚟會加強巡邏，你係會結片冇？該是唔會做壞事情。啊，你一發記住啊，你圈一隻範圍，你就只有到另外一片去，大家就移來移去，但其實一標示嘅加強巡邏地點就冇乜個意思嘅啦。是冇好咧，係啊。好，唔過，佢就提二條新聞，啱咪是到動奇怪，你都看。好，日殺突然間什麼線上行地路紅日偏行日偏雪，日本警察講，你過來一下，我冇啲一片看過你身份證拿出來，唔過啲什麼線上是起到動奇怪啊，總得按用因錢財是重要，唔過警察使用妨害公務將佢帶轉去警察局咧，是用做得按用因哦。冇案件啦。其實啊，一隻案呢啊，真的有一些的問題。因為你初步看起來，警察的做的事情啊，其實就有點違反了比例原則。好，那老太這個進一步的分享，一篇就來再用它爭點。比例原則，第一張問題就會講，一篇提供合理懷疑的理由到底真的假假？其他家用乜個理由？我多一篇冇看過。一邊就動奇怪啊！你喺警察嚟，你可能同一邊失動到人。不過一邊係咪全部嘅人都屬實？冇辦法啊！你聽冇可能嘛？那真因為冇看過我就會本盤查、本調查，其實有一些奇怪啦。一邊做那種講嘅比例原則，是有一些怪怪。因為那個一般上腦袋中想嘅係講，調查一定你就會衝大家鬼鬼祟祟啊，你就會做唔錯事情，係本調查。可是佢冇看過，這理由很怪。很奇怪。第一點就係講，因為佢違法調查，因為大家講佢調查理由不成立嘛，故說佢違法調查，佢已經違法調查誒，我還要配合他的違法調查嘛？其實做某一天嘅嘛，因為佢已經做唔錯事情，我做嘛警察咧唔錯到前面，我做嘛還會批下佢。其實一片呢第二個層次的爭議點啦。所以佢反而係讓警察上後上朝將帶轉去是動怪嘅事情出嚟。冇錯。因為起到警察實在咪動難重因啊，因為做創因嘅事情，大家是會講動強，唔過做創因嘅事情，大家是會罵佢，所以權力從因動態咪動勢。人家偏講嘅冇唔錯啊，其實啊，警察嘅權力啊，真係做得太做得細啦。不過啊，警察職權啊，大方向來講，做得本質兩種類型。係啊，第一隻係講事前的預防，那簡單來講，就係巡邏啊，到處看看啊，可以維護一下治安。平常時看到警察嘅細節。第二隻係事後的偵查，那事後的偵查就會講，
今日已经有一件事情发生嘞，有人的屋卡被你偷诶，有人被你大诉讼投入后，熊大逼波大诉讼流血的，那其实就已经有出现了一个犯罪事情，那明显的，那其实就去调查讲，这件事情它是怎么样？打架的带回去做笔录，你也是蛮会演警察的，安尼情形啦。不过安尼今日讲到的盘查，其实其实有点介于两者之间。因为讲呢，盘查呢，其实做在分类讲事前预防。比如讲，头家你有讲合理怀疑，吃到几呀3人乖，看伊来动枪去做坏事的人，无主看到伊3人，如风拿点刀的红，如风喊，去帮吃人啊，动影响的。系啊，可是已经有一个状况中，来合理怀疑其可能会犯罪，那这时候我去盘查他，那是属于事前的预防。那事后的部分呢，很容易讲。今日可能警察的内容就提到讲，警察对于已经犯罪的人无足多的犯人，伊可能会发通缉令。那看到这3人，上来老去通缉犯动枪，一盘查你确认他的身份。那假使讲佢拿出来身份证拿出来讲，要3人真的迄个在通缉犯，系啊，嘟好，那其主足多一只犯人呀，要不然就会存在事后侦查的部分。我说你有讲盘查，其实有点介于事前的预防。到事后的侦查中间的都有涉及到安尼。不过挑选讲到该系就是犯人，不过你一般人该民众拄到安样嘅警方该盘查，到底做得配合就系起钱么？其实啊，拄到安尼的事情啊，批他呀，还没批他啦。也偏做对搞太下几个判断的步骤。谁步数是错的？要看一下。也偏讲到拄到警察的盘查时候，然后用反应来做。好，第一点做讲，一定要先确定讲，3人是真的警察的，因为伊遐动奇怪，其实伊买给警察的吃福州，很多都好动像去个警察的，那其实根本就唔係。有时候你迄老人身份证拿本去。可能你就泄露你的身份资资料是冇的呢。系啊，不过太七个一定要注意哦。不管你迄上个批下，也还冇批下，第一点一定要先问清楚，其迄唔系真的警察的。第一点主要你有讲到的，今日其人拦下来，叫我问，那我先问清楚讲，今日人会拦下来，理由系乜解？迄做乜解？吃到那一片乖，吃那一片冇做好。我来调查啊，理由我先问清楚了。像挑选个案例，地陪都是系冇看公因俩是总的。系啊。第3点就会讲，今日警察已经老讲的啊，今日要调查的理由系用安尼，你做到去考上课呢，要找理由做的说服你嘛，我配合，要是不要配合，去考做会上清楚。先后一点就会讲，轻重要的规实的讲下来，轻重要一点就会讲，轻重要就会，那每批下记要做得，每批下记。唔会帮你翻，唔会帮你做。系哦，你爱真记唔对呢，因为当到个民众看到警察是会动强啊，系啊，会紧张，所以咪提醒大家，唔是调警的，唔是紧张，是记得挑选讲到个俩技巧，是做得动好咧，唔是紧张好冇？不过你个煞费气势，咪会大家强下来受苦哦。所以你今日节目是到俩片，假使广东好看，你节目个呢，做得客家甜食推介面数 ，YouTube 是请赞发落了，你发对你做，赞来了。